阿爸，聽日陪我去買條褲啊！唉，使乜咁麻煩啊？網購咪得咯。都過咗幾日啦，快遞應該到咗，去攞快遞先。咦，條褲都唔錯喎，質地都幾好啊！冇諗到網購啲嘢都唔錯喎，寫返個好評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咦，咁好彩嘅，中獎喎！做會員仲可以減420蚊，要填個人資料啊！我先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啊！一睇就知呢啲係想套我啲資料啦。咦，有信息喎，點落去睇下先。哎呀，手快唔小心撳到條 link 添，大鑊啦今劑。個電話 block 咗嘅，哎呀，俾人 hack 咗部機啊，死啦！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網購除咗要檢查貨物之外，事後如果收到任何嘅信息，都要冷靜慢慢閱讀。如果遇到懷疑，就要致電1822上防騙視伏 app 查詢啊！